可能聽過一句話，交易第一條規則係唔好輸錢，第二條規則係記住第一條。呢句話唔係叫你唔好做交易，係叫你把保本放第一位。但係咩叫保本呢？好多人以為買咗就會升，升咗就算保本。今日講嘅係主動設計嘅資金管理架構。資金管理三層結構，第一層，交易資金同生活資金嚴格分開。呢個唔係建議，係鐵則。交易賬戶裏面只放你輸光都唔影響生活嘅資金，唔係話你打算輸光，係呢個心態會直接影響你嘅決策質量。如果你嘅交易資金裏面有下個月嘅租金，你嘅止損執行速度同果斷程度，同輸光都唔影響生活嘅人完全唔同。前者容易拖，後者能果斷。第二層，交易賬戶嘅內部分配。唔好將全部交易資金同時放入市場，建議最多把60%資金投入持倉，保留40%作為備用同機會資金。原因有三：第一，保留緩衝，令你喺大跌時有能力低位加倉，而唔係被逼喺低位止損；第二，減少全倉時嘅心理壓力，決策更冷靜；第三，遇到真正好機會嘅時候，有資金可以用。第三層，盈利嘅落袋處理。呢一層係最多人忽視。每當賬戶相對起點盈利達到某個比例，例如30%，提取一部分放返去生活賬戶。咁做嘅好處係將虛擬盈利變成真實收入，防止之後嘅虧損把盈利全部套返去，同時令你有成就感，更容易堅持落去。場景應用示範：阿明起點10萬，全部投入交易，包括備用生活費，第一個月賺咗2萬。佢冇提取，繼續全倉操作。第二個月市況急跌，佢年年虧損，因為唔捨得走，從12萬跌到8萬。佢喺情緒崩潰時加倉，最終跌到6萬先停手。2個月嘅盈利唔見咗，本金仲虧咗40%。阿珍同樣10萬，分30%做生活應急，7萬進入交易賬戶。交易賬戶中只動用60%約4萬2，保留40%約2萬8備用。第一個月賺咗1萬5。佢提取咗5000放返生活賬戶，剩餘繼續交易。第二個月同樣急跌，但係佢有備用資金，喺較低位平均成本，冇恐慌性止損，最終2個月合計仍然係正收益。三大錯誤拆解。錯誤1：用緊急備用金做交易。我知呢次機會好好，先借用一下應急金，賺咗再還。呢種想法令你嘅止損能力歸零。你輸唔起，所以你唔會走，虧損會越嚟越大。錯誤2：全倉投入，冇備用資金，全倉令你喺下跌時只能承受，無法主動佈局。最好嘅機會往往係市場大跌後，但係全倉嘅人手上已經冇資金可以用。錯誤3：賺咗就加大賬戶，從不提取。盈利唔提取，令所有成果都係紙面財富。市場一次回調可以把你長期嘅積累清空，定期提取部分盈利係保護成果嘅重要習慣。總結，模組 B 到此結束。5集核心資金管理規則：第一，每單風險唔超過戶口2個百分比；第二，倉位等於風險金額除以止損距離；第三，唔滿倉，唔集中倉位；第四，3層止損系統，單筆每日每月；第五，交易資金同生活資金嚴格分開，定期提取部分盈利。下一個模組我哋進入實戰核心，入場與離場嘅完整邏輯。